無字天書呢，就係我諗出嚟嘅嘢，但係呢個同香港演藝學院合作呢，又係我好開心嘅事。咁我諗出嚟嘅嘢，總希望有實踐嘅機會啦。咁演藝學院嘅同學呢，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呢都係好忙，但係能夠喺埋一齊做到呢個無字天書嘅呢個合作，佢哋嘅精神係可嘉嘅。最緊要喺無字天書裏邊，我希望做到嘅就係同學之間喺技術之外呢，係能夠有心靈之間嘅一種默契。所以我寫無極天書個目的同埋實踐呢樣嘢呢，都係以心靈默契作為我個主旨嘅。咁另外一點呢，就係無字天書呢係一個多元媒體嘅合作形成嘅一個劇場嘅一種作品嚟嘅。咁佢除咗音樂之外呢，當然仲有舞台上面嘅所有嘅嘢，包括擺設啊、燈光啊，同埋舞台嘅設計等等。我希望喺無字天書裏邊呢，同學喺演出嘅時候，亦都喺個劇場感裏邊呢，去表達得更加完善。咁呢個係我最想做到嘅。另外，無字天書係喺我最後嘅一首作品嚟嘅。全場裏邊呢，一共有8首作品，咁其中2首係我嘅，一首就係琵琶作品，另外一個就係無字天書。無字天書呢係特登係寫俾呢一場嘅，個目的亦都係為咗心靈嘅互相合拍。因為平時佢哋喺技術方面呢，係其實已經做得好好啦，而學校又的確又冇呢種課程，令到大家個心安靜，令到大家喺心靈之間互相可以產生交流嘅作用。如果有咗呢樣嘢嘅話呢，技術加埋心靈嘅合拍呢，我諗就會將音樂做到好。所以我呢一首音樂亦都係寫到呢，係互相產生默契嘅作用，令到同學互相可以產生一種火花出嚟。咁呢個音樂上面最需要就係呢種大家合拍而產生火花嘅嘢，我相信佢哋一定會做到好啦。咁呢個係我諗嘅嘢。